任道尽头便是福，悟道尽头便是好。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你今仔日拄则转来尔吼，身躯去洗洗咧，中早去歇困。阿嬷即阵心情真压杂伫的，你互阿嬷小清静一下好无？阿嬷，你明仔载带我去看美观阿姊好无？至少我嘛去甲伊讲一声是的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你先去歇困啦。是安怎好好一桩喜事会变甲安尼心？是安怎等甲的代志一站连续带一站来发生？永远拢无法度通我受煞。敢讲等下真是有遭受到什么款纠缠性？天公伯啊，你想怎要安尼是救我等下的人？对我这代开始，一直到上顶，到即摆美观。你想怎袂当互等下的人会当平平静静过日子？哎呦，天公伯！好运来，歹运去，我才感觉我的好运拄要开始，别人的歹运都已经发生了。美国阿姐即马在病院，囡仔嘛毋知安怎。一文英，
我甲你生做遐尔啊亲像，到底是福气，还是不幸？你看，哦，等，唔惊，摕咧药，等阵感觉安怎？有较爽快无？较好淡薄啊。阿伯，你若知我伫遮，啊，就算毋知恁阿爸烦恼，赶紧敲电话我紧拼来啊！阿伯，阿爸有讲阿母你无欢喜无？啊，等你先莫讲这啦，等，你身体顾好就要紧啦。另外，你拢莫去烦恼，吼。阿母一定足生气的，对无？你就知影，阿母伊就生，伊哪会袂生气啊？还是讲甲苦劝一下，讲会较袂啦，吼。阿伯，我这囡仔也保无着，阿母甲阿爸一定为着我原谅搁较厉害。我本来想讲，我甲这种结婚了，看阿爸甲阿母的关系会变较好。我现在就该死。好啦，你管啊，你莫哭啊，莫搁讲啊！即摆上要紧的，你身体顾好，囡仔保好调。你若囡仔保无调，代志嘛无法度通解决，对无？吼，身体顾好较要紧。啊，等用啊无，后壁踮遮甲你做伴，你有啥物代志才甲后壁讲，吼。莫阁生气啊，你遐济啦！你讲错我转来这件就要创啥啦？因为一个人都在欺骗我，你嘛你欢喜啊我？连我迄个还未出世的孙哦，为你母甲安尼都唔知影是死还是死啦！阿母，你莫叫我！你敢有甲我当作是你的阿母啊？我完蛋，我为什么家己袂死啊？可是我若有一个家己的亲生囝哦，伊绝对袂安尼对待我的啦。我讲唔茫讲互恁个生日孙互我抱，我讲我在咧笑笑啊！阿母，你可冷静，阿母。阿妈，喂，阿妈，是我啦。你起来啦？啊，你规暗拢无困哦？无啊，就想讲坐喺遮吼，等看恁阿爸会拍电话转来袂？阿妈，你带我去看美国的姊好无？你真是要去哦？也毋过我先甲你交代哦，去到遐吼，凡说恁阿姊迄淑珍啊，伊会伫遐哦。无要紧啊，卡叔伊若要怨恨我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既然甲你安尼讲吼，好啦，啊无我就带你去啦。踮遮小坐者，我去遐手面洗洗咧，换一领衫咧。好。啊。护士小姐，请问一下吼，昨有一个患者啊，叫做陈张美娟吼，啊，伊毋知住伫倒一间病房吼？伊住伫咧203嘛。哦，203哦。嘿。啊，多谢。203。对了，歹势，搁借问一下，啊，即摆伊房间内有人在甲顾无？欧巴桑，这病房遐尼济，你详问我嘛毋知影咧。哦，安尼。啊，歹势吼。多谢。203。啊，伫遮啦，这间啦。阿妈，恁紧入来。对。你踮外口小等一下，阿妈先入来探看觅，看淑珍有伫的无？吼，小等者。
啊好啊，干来恁一个哦。较细声，伊等下才未去尔啊。小丁无来。无啦，无伫遮啦。阿妹啊，你下暝入来啊？小丁无来啦。来。啊，即摆美馆情形啥款？啊，就昨暝哦，医生有来巡价啦，伊讲都无介稳定呢，也有甲做安胎车啦。啊，即马都爱看这个囡仔的命，看要地难无。希望是会当平平安安啦。我看吼，你带阿妹先转去啦，要是无较等下，要是淑珍也来吼，看到就好哩。吼。阿爸，你伫遮过几暗啊？我来顾啦，你先转去休困啦。袂啦，我袂忝啦。但你伫遮嘛无路用啊，斗相共袂着，反正淑珍来，即马伊就讲麻烦，吼，你紧赶快紧转来。好啦，不然先来转啦。姨妈，第一名戏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姨妈，阿伯，建昌啊，志忠，你这早就来啊？哪无看淑珍？姨妈，阿母无来啦。啊？伊昨暗到这阵拢无来哦。有啊，袂啦，真莫讲这啦。阿伯，真多谢你哦，害你遮尔辛苦，伫遮过几暗，才互我来就好，你先等去休困。袂啦，我昨暝伫遮就迷一个啊。阿伯，哎，好噶，你嘛莫甲人3钱咧顾啊美观，人翁仔某无得较有话咧讲啊。无互你顾，阮出来去。建昌啊，你跟我来去，我有话要甲你问，行？多谢你哦。袂啦，讲实话。建昌来，阿姨问你一下，你昨昏转去的时阵哦，迄淑珍一定真生气对无？有对你安怎无？阿姨，淑珍的个性你嘛知影，到即摆吼，伊还无来病院看美观，就是足明显的啊嘛。建昌啊，毋是阿姨爱讲你啦。昨昏伫咧法院的时阵吼，阿姨就叫你讲毋通入去，你就毋听阿姨的话啦。但即马舞出即款代志出来，看你要安怎收山落无？其实咯，我烦恼毋是淑珍啊，只要美观家己腹肚内囡仔会当平安无代志，淑珍骂我怪我，我都有法度吞忍啦。阿伯，拢是我啦，才害恁变成安尼。妹啊，但你毋通安尼讲啦，这嘛袂用拢怪你，对？建昌，林秘书，王理事，我拄仔咧找你啊。安怎样？经过阮的检验，囡仔是地条较好。啊？地条？敢有遮严重？因为病人到即摆阁伫咧出血，但是真正要甲囡仔生出来，可能连老母拢保袂掉。恁家属伫遮拄啊好，上好参详一下，互我一答案，愈紧愈好。好啦好啦。要安怎啊？市长，美观，你真醒啊！你当时来，我拄仔到位啊。阿伯，伊甲阿爸、姨妈、甲金妹拢伫咧外口呢。因哪来啊？是啊，
大家拢嘛足关心你的。志条，啊你怎还不回去？阿母敢？无啦，念2句尔，无啥物代志。阿母敢知影我的代志？美娟，这件代志嘛不可能阮满意啊。我有甲伊讲啦。那安尼，你敢有怪我？阿母无怪你，伊吼佮叫我甲你讲，叫你爱好好啊伫遮休困，唔通想伤济啦。阿母敢才是安尼讲？我无欺骗你啊，阿母佮足关心你的呢。那安尼，阿母想到无啦？一定是你安尼讲的地方。阿母一直希望能较早抱孙的，可是很失望，伊一定会怪我。美娟，你莫想遐济啦。阿母伊当听到这件代志吼，一定会无法度接受啊。啊，毋过过一阵啊，就会好啊啦，吼。志条，美娟，姨妈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。拄则吼，伫外口有拄着医生啦。啊，恁阿爸、恁阿伯，因大家拢唔敢甲恁讲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即件代志吼，或日早晚恁拢会知影。我无甲恁讲嘛袂用的。姨妈，啊，是毋是医生甲你讲啥？你讲无要紧。啊，着医生讲吼，囡仔上好是摕掉啦。伊讲愈紧愈好，啊若无吼，对老母的身体恐惊会唔好啦。美娟，我知影你一定足艰苦的，也毋过你甲志条还阁少年啊，后摆还阁有机会。志条，小甲美娟安慰一下啦。小等下吼，你才去医生遐去签一个什么手术同意书，医生就讲愈紧愈好啦。恐惊下晡吼都会甲恁处理啊，吼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赞。有一起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小丁啊！小丁啊！已经去请先生啊！你快点来一个吼！财富，你给我来！你干嘛我也想跳？阿母，美娟的手术真顺利，姨妈在就当出院啊。囡仔无去啊，对无？阿母，
我求你啦，你莫怪美娟啊，嘛莫怪阿爸，这完全是一个意外。阮无一人知影讲美娟已经有心了。阿母，我知影你家己一个人伫咧厝一定足着急的。 所以我甲转来甲你讲这个消息，你莫阁艰苦啊嘿！阿母，我还阁赶转去病院照顾美娟。 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 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 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